事件24耶路撒冷嘅通路。事件24說明咗猶大同埋以色列之間嘅衝突。猶大王亞比亞攻佔咗以色列嘅伯特利、耶沙拿同埋俄弗拉。後嚟以色列王巴沙向南推進，取回伯特利，並且去到中央便雅憫高原嘅拉馬。之後猶大王亞撒與大馬色聯盟，大馬色攻打以色列嘅北部，巴沙就停工唔收足拉馬，而亞撒就將巴沙收足拉馬所用嘅石頭、木頭都運去，用以嚟收足便雅憫地區嘅加巴同埋米斯巴。